新紅咧，咁慢慢好睇。咁佢哋嗰即係好似佢哋嗰啲中意啊嘛，就係唔方便。哎呀！嗱個男人都藍紅色。係咯，個男人都藍紅色啊，即係。誒，有咩所謂咧？影相上鏡啊嘛。来，大家稍等，来这边。啊，稍等，翻翻也可以。嗨，好親啊！笑。撞色喎。係啦。剝衫就應該。即刻剝衫。就唔識襯啊嘛，啲靚啊，襯翻佢啊！喂，學下起身，襯翻啊！主要有件黃色打底咋。现在也知道什么叫老婆伴儿，您这些听错了，老公跟老伴一个。我嘅就係黃色啊、紅色啊、綠色啊。这个火车票不要丢掉，因为返程的时候还要使用啊，各位。然后车丢了，检完票之後再收起來。我檢票啊，仲要。喺呢度入咗票之後，收起佢。係咯。反轉頭佢要睇票。来，走这边。你快点，别让他坐车。那个真的哦。拿手。这边排，这边人少。好的。先等一下，师傅，先等一下。我们这一帮人往这边接，往这边接。拿手，来给我。还有一个。就唔係好似今日咁忙。